什么人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要指示伊所着敬的路，伊的心神要得到安息，伊的福惠要承接土地，各位兄弟平安。即摆咱来吟圣诗278首，圣徒自集主圣殿，请兄弟起立来吟。 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愿日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伫地里亲像日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会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接续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来受苦，定是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启应文54篇。启应文54篇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心灵散车的人，即有福气，
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咬喙打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足尽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即款人的，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阮用期待、渴慕的心，甲众兄弟做伙来到你的面前，告别阮所信的，唱诗歌学到你，强读你的话语，聆听你透过你的仆人，互阮的教示。我嘛毋望伫礼拜中，你亲自甲阮讲话，甲阮指出头前的方向，互阮通跟缀你。虽望阮生活中拄着真济不如意，毋过你是业力万事的主。阮知影，对伫听你的人来讲，你拢为着因的利益做上好的安排。阮只要顺服、听候，继续祈祷。总是拢会行出死因的山谷，进入到你为阮备办的乐园。阮伫遮搁一摆立志，阮要专心来跟对你，无论你甲阮带到倒位，阮要拍拼缀你的脚步。今仔日教会举行野外礼拜，杨牧师带124名兄弟到伫桃园地区，下晡再转来台北。求你保守因路途平安。阮中间嘛有侪侪兄弟身体欠安，求你继续来保守。阮安尼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圣经马太福音7章24节到27节。所以，既若听我这话来行的，要比骗知识的人，去伊的厝伫石盘顶，雨落大水到，风吹，冲着迄间厝也无倒，因为地基伫石盘顶。既若听我这话无行的，要比骗戆人，去伊的厝伫山顶，雨落大水到，风吹，冲着迄间厝就倒，搁伊个倒是上重。下面讲到，张牧师今仔日要讲的题目是2种的根基。咱搁再一摆三个来感谢。迄边来讲圣殿，当阮伫遮照着诗歌、照着圣经、照着祈祷来仰望你的时阵，阮确信你要摒落天国的所有的好处、所有的福气伫阮众人的心上，互阮带着一个领受的心、谦卑的心来超找你，也愿你的圣神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底来做工，互阮照着你的话语，照着你的启示，互阮会用来选择上正确的路。愿你的神甲阮三甲伫地，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今日甲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哦，相信大家拢足熟的吼。咱因讲伫主日学的时阵，就开始唱歌吼，是主日学老师咧讲遮的故事吼，总足熟的。不过今日的这个经文吼，就是咱的标题是叫做两款的根基啦吼。这两只的短30节的经文内底，互我想到我那头壳内底有一个这个图像吼，这个图像就是咱来看到恁的正面吼，恁的左边吼，左边根基立在磐石上有无吼？伊的根基呢是立起伫这个石盘顶的厝吼。所以呢，咱看到这间厝虽然无水，毋过伊真坚固吼。另外，这个正边这两这个相片吼，这两个相片，咱会记得无？这是倒位？来，这是2009年88风灾，就是莫拉克台风的时阵吼，伊伫底本有一个叫做金帅饭店，有无？会记得无？吼，伊这是要倒进前的这个相片吼。咱来看到，咱来看迄个 YouTube 咧动画吼，安尼啪，足壮观的就对了吼。这个互我想到咱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雨落大水来，风扫。冲着厝就倒甲阁真厉害，倒甲足严重的就对啦吼。所以呢，这张图就是这个起伫啥物沙土面顶的这个厝啦吼，起伫这个山顶的厝吼。所以有两款的根基，一个是石盘的厝，一款的是啥山啦，毋是山顶吼，山的厝吼。所以有无共款的一个结果啦吼，所以今仔日咱读的这个经文哦，事实伊是伫这个马太福音足宝贵的一段叫做山顶的假释。能帮我切 PPT 吗？我的遥控器没有作用。好，不要紧来。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经文吼，就是这个马太福音伫第5章甲第7章有一段真特别，嘛是马太福音才有的一个叫做登山宝训吼，咱叫做山顶的教训。这个登山宝训呢，伊伫内底讲到这个天国的子民逐款的福气，所以咱常常看到是啥物？八福有8款的福气，就是咱头在读经文的时阵有无？吼，伊讲心灵颂扬的人真有福气，这个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吼，这就是所谓的八福吼。除了这个八福8款的福气以外，伊阁有讲到上重要，就是讲恁遮真心悔改的，应该伫地上应该过啥物款的生活态度？恁的伦理的标准到底是啥物？然后讲完这些了后，今仔日的经文是伊的结尾。结尾就是讲，恁爱选择恁要听，还是无爱听？听了恁要去行，还是听了恁无爱去行？这两款的结果到底是怎样吼？所以咧，毋茫讲大家爱选择一个正确的路，恁才会经过这个考验来进入这个天国。关于着今仔日的这个经文，我共款吼整理3点。咱第一点，咱来看，基督是主吼。咱基督徒吼，尤其这个像我第4代基督是主是从小在伫脑海内当中吼，都呼吸食饭安尼做自然的。毋免怀疑的物件吼。毋过呢，基督真的是咱的主吗？美国目针对教会做一份的研究的调查，美国号称有80%的基督徒吼。这个国家呢，伊一份调查的这个数字，互咱看到吼，恁看到会着惊吼。
有20%的即个美国人无去教会，25%的基督美国人是安那？是无祈祷的，我祈祷的。35%遮的人是安那？我读圣经的。70%的人是安那无卫生。所谓的所谓的即个无卫生，就是啥？就是讲伊无参与教会任何的服侍，教会发生啥物代志，伊嘛从来拢无关心啦，甲因拢无关系啦吼。过来95%的人无人来传福音啦。这是美国的数字吼，即阵可能搁较严重吼。这数字有一寡较旧吼。看到这数字，你会感觉真戆影无？不可思议对无吼？我搁甲你讲一个搁较令咱大家着惊的一个数字吼。遮个无祈祷、无读圣经、无卫生遮的基督徒呢，因100%拢称耶稣做主。爱记哩吼，因拢称耶稣是因的主，你感觉足奇怪吼。过来，无聚会、无传福音的人，100%嘛是认为我死了，我将来会去天堂。所以呢，这是一个真大的一个问题，嘛是真大的错误。今仔日这个问题、这个错误嘛存在伫真济台湾的基督徒的身上。当咱若看到一节的经文的，咱若看到一节的经文，咱来好好啊去思考，基督徒伫第章到底是啥物？马太福音第7章21节，伊啊讲啥？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未拢入天国啊！你看到即句话，你会着惊无？毋是讲你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你就应安那入天国呢？耶稣是主，这拢是咱大家足清楚的代志。毋过，咱咧讲耶稣是主的时阵，主耶稣啊，主耶稣啊，咱看咧拢足自然的。有当时咧讲话，咱嘛是哪像咱的口头禅共款。主耶稣啊，我感谢你，主耶稣啊，帮助我。这变做咱基督徒一个即个口头禅的时阵，这变做咱一个祈祷的公式共款。毋过，咱心内敢确信耶稣真的是咱的主人嘛？耶稣是主，这个4个字意义非常的重啦吼。咱来好好思考，耶稣是主，就代表是咱是伊的奴仆啦。所以当咱讲主耶稣基督的时阵，咱有备办好，咱要成做耶稣基督的奴仆无？当咱咧祈祷的时阵，咱讲亲爱主耶稣啊，咱咧唱诗歌的时阵，咧讲主啊，咱咧灵修的时阵，咱拢讲称呼主耶稣，到底对咱有啥物真实的意义无？咱每一次来称呼主耶稣的时阵，咱敢真的愿意？主耶稣，你来成做我生命的主，你来成做我生活的主，我每一个生命的每一个赞助，拢互你来接管，敢有安尼？所以，咱咧画主耶稣的时阵咱有当时咱来思考，虽然简单的3个字、4个字，毋过呢，咱来反省家己，咱是凊彩画的哦，还是真正咱的生命内底，咱要跟对主耶稣，成做伊的奴仆，称耶稣是主，称耶稣是主，就是咱生命的每一个赞助，拢互耶稣基督来做主，若无，连咱的服侍都袂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欢喜，连到安那带来更较大的审判。捌有一个新学生，伊伫毕业了后，伊安排去教会来服侍。伊服侍2-3年了后，伊就发现讲，哇，伊足沮丧的啦，安那人数无增加，佫一直落。佫较互伊灰心的是，伊看到伊的同齐即个受派出去遮的即个同学，因的服侍拢有真好的即个效果啦所以看到遮了后，伊就安那足艰苦的伊就安那转去找伊的即个神学院的教授啦
啊，茫讲即个是人伊的教授会用来替因祈祷。啊，教授就问伊一寡听了伊的代志了后，伊甲问啥？伊讲哦，你是毋是真的啊啦，行做主的路途？你是毋是真的愿意伫主的面前献上家己来做传教者？你所追求的目标到底是安怎？你的服侍是安怎？是你家己的抱负，还是你要满足家己的野心尔啦？吼，毋是咧满足主耶稣基督，毋是满足主对你的呼召甲意向。不怪你有安尼结果。即句话带互咱真大的即个咱来好好去反省。有咱遮咧伫教会内底咧服侍，咱过咧足自然的教会的生活，到底咱的生活，咱所追求的目标是真的要来跟对主耶稣基督，我成做伊的奴仆吗？也是为着要满足我家己伫教会内底伫安那的成就感尔、成就感、优越感。我伫教会内底服侍，互人拍鼓啊，也是安尼尔。咱拢要好好去思考。马太福音第7章22节，伊安怎讲？23节，伊讲。伫迄日是啥物时阵？耶稣基督过来日子，真侪人会对我讲：主啊，主啊，阮咸毋是捌奉你的名来传信心吗？奉你的名来赶鬼吗？奉你的名来行真侪神迹吗？啊，毋是安尼吗？我伫教会服侍，毋是真有果效吗？足侪人因为我的神迹，足侪人因为我赶鬼得着头棒，足侪人我奉你的名传道的时阵。伊就信主，毋过爱会记一句话：咱所做的，毋是为着咱的主人主耶稣来做，是为着咧满足咱家己的即个野心，要满足咱家己的抱负，要满足咱家己心内迄个对外人来的即个啥懊恼。安尼爱记哩，主耶稣讲啥？伊讲哦，迄时我会明明对恁讲，我毋捌恁啦，恁遮的。最歹的人爱记着最歹的人咧，做遐尼侪赶鬼，行遐尼侪神迹来传道理。主耶稣竟然讲伊是安那做歹的人哦，拢离开我。所以这是真安那真重的一个信息啦。爱会记哩，遮个奉主的名来做遮个神迹的人，对主耶稣基督非常的清楚。所以看到这点的时阵。咱爱搁较谨慎，咱真侪信徒对主耶稣足了解，咱真侪长老、执事，咱的同工对主耶稣基督奉伊的名到底会行出啥物代志来足了解。有一寡牧师传道拢知，奉耶稣基督的名会做足侪真大的代志。毋过遮个代志，若毋是咧满足主耶稣基督，是要满足咱家己的时阵，有一天上耶稣会甲咱讲：阮毋捌你。恁遮最歹的人，拢离开我。所以咱来特别知，这个审判，就是对咱遮特别了解主耶稣的名的人开始审判。所以对信徒先审判，对长老执事先审判，特别对牧师传道先审判，因为遮个人上知遮的道理。莫有一天咱去天堂的时阵。主耶稣甲咱讲，我毋捌你啊！伊讲我做遐尼济工诶，做无效诶，做有果效诶呢。毋过伊讲你这最歹诶人，你甲我落去。所以咱来认捌耶稣基督是主，到底是啥物款？搁来这段信息内底，甲咱讲，咱来安那听道理啦吼，咱来听上帝的话。毋过听上帝话上直接的方式，就是透过读圣经。因为你若逐礼拜来读来听牧师讲道，有当时牧师讲道20分钟尔呢吼。啊，所以一礼拜遐长个时间20分钟，讲实在喂不饱啦，吼喂不饱，你嘛无法度安尼足清楚咱的即个啥主耶稣的声。所以上直接的方式，就是透过读圣经。互上帝话不断来对咱讲话啦。我发现哦，咱的基督徒对读圣经
项事有两个真大的极端哦。第一个极端就是完全无读圣经，咱有足侪本的圣经，啊，毋过拢放伫即个书架面顶做装饰品。再来，就是甲圣经做做一个纯学术的研究。哦，这是两款的极端吼。第一种极端，我举一个例吼，美国有一个高中，啊，这个高中呢，有一边呢，因就想要来开一节课，叫做啥？圣经的文学啦吼。所以咱知影，即阵美国要甲圣经带入去即个校园内底，是真无简单的代志。所以借着开即个圣经文学，毋茫讲即个伫校园内底，搁再一遍来重视上帝的话。所以呢，因为第一节课，老师就伫即个上第一节课的时阵，要来看遮的学生囡仔到底对圣经有偌深的认捌，因的程度到底是安怎？不过你知无？即个号称80%基督徒的一个国家，即美国，真侪囡仔伫即个主日学大汉，不过因圣经了解到啥物地步？因测验的结果吼，一个问题：索多玛甲蛾摩拉到底代表啥物？学生仔讲啥？你知无？因是一对情侣吼，索多玛甲蛾摩拉是一对情侣吼。耶稣洗礼的时阵，到底啥物人甲耶稣行洗礼？因的答案是摩西。阁有真侪学生囡仔讲，以斯拉甲以斯帖到底有亲情关系无？这莫笑，这过无偌久，可能伫咱的后一代，咱嘛会看到问即款问题。所以，因今仔日伫教会内底真正知影10条界，会用来讲甲5条界的人无超过一半啦。真侪人毋知影即个山顶的教训到底是啥物人讲的，啥物人的教导。这就是美国一个80%基督徒的一个国家。有一个做老母的真感慨，伊讲因细汉的时阵，这囡仔吼拢甲带去主日学，嘛真听话，毋过20几岁伊即阵对啥物拢无兴趣，对 Facebook、对 IG 有兴趣，啥物代志拢无相信，相信即个网络面顶的即个消息。真侪人哦，我甲你讲，甘愿相信网络面顶的话。嘛无愿意相信圣经话，你相信无？确实是安尼啊！无你像咱逐工咧看网络，都是我摕圣经出来读的。你若知影是圣经的话袂骗你应该是安那，搁较济来看圣经，毋是来看网络，毋是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极端，就是安那，不读圣经；另外一个极端是安那。纯学术研究吼，对圣经是一款学术的一个兴趣啦。伊研究圣经是一个兴趣尔吼。这类的人欢喜来研究圣经，搁较赢过，互圣经来影响来指示伊的性命。这个人一世人用足侪时间，可能去研究启示录、但以理、以西结。关系到即个末世的一个现象啦，这个末世的预言到底是安那？即阵即个世界局势是行甲启示录所讲的倒一只马啦。因咧研究就是这，当时主后几年的时阵，即个世界末日就会来，主会搁再来啦。启示录有讲即个有一个时阵，咱会死啥？全世界死2亿个人口。到底这个死2亿是中国还是印度？因为因这两个国家上有条件去死2亿人上济嘛，对无？伊讲哦，习近平这种遐歹，可能就是中国。都是咧研究这尔。毋过呢，因研究这个末世的信息，对因的生命完全无任何的影响。伊无来点到末世要到咱是毋是搁爱较迫切？
来抢遮的灵魂啊，来拯救遮的灵魂。我伫隔壁，我的厝里的人，也未信主的人，我心足迫切，我要甲福音，赶紧的甲传互因。遮的末日的信息，无来点到伊对主搁再来的较无啊。遮的人哦，读即个腓立比书，咱知影吼，爱欢喜，爱欢喜，啊，毋过研究即个欢喜，嘛知影爱欢喜，啊，毋过转去了后，一点仔都无欢喜。研究了喜乐，全部研究得很透彻的时候。回家一样闷闷不乐，圣经只是因研究一个目标尔，爱记。所以有一个英国有一个足有名的牧师，伊讲马丁牧师，伊讲咱来细字，咱咧读圣经的时阵，唔通甲家己当做专家啦，咱来活伫圣经的能力的下面。意思就是讲，咱来互圣经的话来影响咱的生命，来影响咱的生活，圣经来指示咱头前的路。有一个兄弟也定参加教会的逐款的即个研经的即个聚会啦，伊嘛定定甲人争论即个圣经内底咧到底讲啥。有一遍伊足兴奋，甲伊的牧师讲，你知影无偌久了，我要去以色列，我要去即个圣地来旅游，我要徛去你迄个西奈山的山顶，我要伫遐大声来读摩西的10条诫啦。牧师安怎甲讲？伊讲你用做一项代志，比你要去即个西奈山顶来大声读10条诫，搁较有意义的代志。留伫即个所在来实现10条诫。兄弟姊妹，即个兄弟对10条诫有全部的知识，对10条诫嘛真尊重。毋过摩西的10条诫，伫伊的生命内底安那？完全无任何的帮助，完全无任何的影响。咱在圣经要成做咱头前的迄个灯，所以我真爱即个诗篇119:105吼，伊讲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啦。上帝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啊！什么时阵爱点电火？敢是黑暗的时阵，拄着黑暗的时阵吗？所以伊即个经文，毋是讲即个上帝的话是我日时的光啦，毋是安尼啦。上帝的话要成做我黑暗时阵的光，成做我生命内底上适宜、上了道的迄个时阵的光。当我伫身体软弱的时阵、破病的时阵，上迄个时阵的光。当我人生拄着挫折、拄着瓶颈的时阵，圣经的话要成做我的光。愿上帝的话爱对咱的生命真的有影响。愿上帝的话来成做咱人生的迄个导航器，咱导航，赛车拢知影爱用导航，嘛成做咱人生的即个方向盘。咱读圣经爱读到即个程度啦。互圣经来引带咱头前的路。再来，咱来安那实行上帝的话吼。伫今日咱的经文内底经文内底，我甲即个经文稍微其实它都是对比啦对比伊讲安那听我遮的话实行的人，拢亲像聪明的人，家厝起伫石盘顶所以听到遮的话安那。倒去行，对无？伊是一个聪明的人，伊家厝起伫石盘的面顶。佮一款人咧，听见我的话无去行的，那亲像一个戆人共款。伊家厝起伫倒位沙顶，盖在沙土上，沙土的面顶。佮来，因的即个大出来的结果到底是安那？当即个落雨的时阵，水咧冲的时阵，风咧扫的时阵，来撞击迄个厝的时阵，即个起伫石盘顶，有听我的话就去行的人，伊的厝袂倒去。另外一个结果咧，遮个戆人伊甲厝起伫即个沙土的面顶，伊若拄着遮个即个挑战的时阵，甚至即个雨淋、水冲、风吹，拢是击败的审判伊的厝就倒去，并且
倒甲真大，啥物叫倒甲真大？伊都袂忘去啦，都亲像头前迄几个即个啥，比如共款，是窄门甲宽的门。A 门是印刷甲即个袂无，对无？啊，即个较宽的门咧，甲咱带较宽啊无，较 A 门甲咱带甲即个用身啦吼，啊讲毋对吼，啊较宽的门甲咱带甲倒，带甲迄个袂无去，吼袂忘去，共款。哦，所以咱爱会经得起这个考验吼。所以呢，伫遮咱看到有真侪对比。即个聪明的人甲戆人的差别伫倒？咱嘛知，聪明的人甲即个戆人因的差别，就是伊听到上遮主耶稣的话，伊有安尼去行无？我讲过，伊是总结啦，吼，第5章一直到第7章，耶稣讲伫山顶讲真侪的教导，遮的教导恁听了，恁要去行无？你若要去行，恁就是啥？聪明的人，你若无去行，恁就是戆人。到底有照耶稣的话去行的，即个听到无行的是啥物款的情况？伫雅各书第1章20到24节有讲吼，要行即个道理，毋通骗家己讲，简单听道理就好。毋是讲听道理就好，爱安那，爱去行，爱去实行。若有人听道理无实行，伊亲像人照镜看家己的面相，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随时袂记得家己是做啥物款。我做雅各书的吼，伊咧讲话拢足毒的吼，啊，毋过拢安那一针见血，这就是神知的即个啥特征吼。所以咱若讲咱简单听道理就好。啊，咱毋免去行，安尼就是雅各书讲啥？欺骗家己，家己欺骗家己啦。印度的宣教师伊甲甘地咧讲基督的信仰的时阵，甘地讲一句话，伊讲基督教伫印度无安那无发展的原因，就是真侪基督徒无实行信仰的真理，无行出来啦。我无行出来，互咱看到嘛，看恁基督徒到底是啥样？这毋是讲印度的问题尔，这上时嘛是咱台湾侪信徒、咱教会的问题。一个敢听道理、无爱行道理的人，雅各道真指出，伊是家己欺骗家己，伊是家己迷惑家己。伊就讲我听了足侪遍的时阵，我已经了解啊，我已经已经知啊，我都做会到。我问你吼。恁伫课堂面顶上30节的即个游泳的课，恁都要游泳啊？咱知毋是安尼嘛，对无？我巴肚枵的时候，我摕迄个菜单吼，迄个美女来看，我就会饱了。咱拢知毋是安尼嘛？所以听道理甲行道理，这是安那完全无共款的。今日教会，咱若是感觉，咱就听道理就好，咱毋免行出来，安尼就是安那。雅各书讲，这就是家己欺骗家己。23节，伊搁安怎讲？伊讲哦，咱遮会敢听道理，无行道理咧，亲像咱咧照镜要创啥？咱先看咱家己有啥物各样，头毛是毋是倒样爱小可加一下，遮面有乌气哦，爱安那，爱小可清洁。你若去照镜的时阵，我头毛有够乱的，这规个乌面总乌的，看快就好啊，就来走。你照镜要创啥？所以照镜就是要安那，看圣经、听上帝话，就是要安那。我遮无拄好吼，紧爱整理一下，互咱的性命看起来更较亮丽，互咱的这个整个仪容看起来更加的美丽，毋是安尼吗？互咱的咱看即个圣经要创啥？互咱的性命更较有光彩，毋是要安尼吗？你谁若看到了后，你要去做咧？看到镜，我遮都袂拄好，头毛有够乱，我啥要去整理咧？我共款要安尼乱七八糟去出去外口咧？这都是家己欺骗家己啦，吼！所以咱毋通落入即个错误的光景内底。一个行道理无行道理的人，永远无法度成做基督徒。爱记即句话，
一个听道理无行道理的人，永远袂成做基督徒，就那亲像一个旁听生，伊永远得袂到文凭同款。所以，今仔日信息小可较重吼，会歹势。啊，毋过，这个天国的信息有，但是啊，甲落尾的时阵，拢关系到迄个审判吼。嘿，好，基督徒的信仰吼，是一个实践的信仰。爱记了。基督信仰是一个实践性的一个信仰，对旧约甲新约一直是安尼。伫利未记吼，即个当因来设立亚伦要成做大祭司的时阵，伊就安那，即个摩西就抬羊，然后呢，摩西呢就摕一寡火抹伫亚伦正面的耳珠的面顶。佮抹伫伊正手甲正骹的大头母，这咧讲啥？啥人爱甲火抹伫即个正面的耳珠的面顶咧？这就是爱即个啥？这是爱听上帝的话，甲伊的耳孔分别做成来归乎上帝，毋是讲安尼尔。继续，伊阁爱抹伫正手甲正骹的大头母，啥啦？爱行啦，爱做出来啦。哦，所以咱伫旧约内底，对着上帝对咱每一个人的期待，都是咱听了后，咱爱安那行出来。哦，咱毋通安那，即个互遮的即个话语来影响咱所做。来影响到咱每一天的即个道路。耶稣基督留下的真理，伊的救赎，毋是互咱来听看卖啊咧啦，啊，佫袂歹听吼，啊，甲伊当做安那耳边风。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福音，必须爱影响到咱每一天的生活，影响到咱每一天所看到的代志、所做的代志、思想的代志，并且影响咱所行的路，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咱来看新约，路加福音当行洗礼，约翰出来的时阵，伊要甲遮个人行洗礼。啊，伫路加福音第3章的第8节讲啥？恁恁洗礼的时阵，着用行为证明恁有悔改啦。这是行洗礼，约翰对遮要行洗、要来受洗的人安尼讲，并且接续伊安怎讲？伫第10节哦，众人就问即个行洗礼约翰讲：安尼啊，阮着做啥物？也有毛税12节，也有毛税，就是税吏也来安那受洗。伊讲甲即个约翰问啊，老师，阮着做啥物？阮着做啥物？阮着做啥物？所以悔改行洗礼了后，一定带出迄个行动，阮着做啥物？这是伫旧约一直甲新约安那听道理，毋是简单听道理尔，爱安那行道理啦，哦。所以呢，悔改是咱一款呢内心的一个状态、一个态度尔。毋过呢，咱伫外口的，咱照着行为，甲咱内心迄个悔改的心、迄个态度，来甲表现出来，甲表现出来。这是真重要，吼！这是真重要代志。对着行洗礼悔改的要求，就是咱生命的行为爱有改变哦。毋是牧师甲你最滴的时阵，哇！你规个人安尼能量加倍，像咱咧拍电动安尼吼，本来无火，然后变充能量充满，啊，规个人拢完全无共款。我甲你讲，最点的袂有啥物改变。毋过咱来较信一点。当咱来愿意悔改来洗礼来信耶稣的人，虽然洗礼当时袂完全改变，毋过咱来真诶信耶稣，爱记我咧讲哦，真正信哦，真正悔改，咱的生命都一定渐渐会改变。我们会朝着正确的方向来走，虽然不会马上变成一个圣人，毋过咱会渐渐。哪来哪参照主耶稣基督同款？一个有上帝伫咱生命的人，伊的生命无可能无改变。
咱若安那一开始豆豆啊改变吼，所以呢，咱若无改变，这是咱的信用是啥？家己欺骗家己，无悔改的修圣餐嘛是共款，无即个较无上帝的诗歌的敬拜，嘛是咧娱乐家己尔，娱乐自己而已。哦，我们的敬拜，我常常讲一句话：你们的技巧再好，可是你们心里没有神，没有诚实心里来敬拜神，你们只是在追求一个自我娱乐、自我表现的一个机会而已。这是真大的一个危险吼。基督徒爱记得吼，上帝吼，我今日拢较针对基督徒来讲啦吼，来。上帝拒绝用即个咱的宗教仪式来代替咱行道理，吼。上帝无允允嘛无接受一款的仪式性的一个即个信仰，吼。所以有一寡基督徒甲礼拜日做礼拜，甲即个11奉献，吼。当做伊信耶稣基督的一个责任啦，我著信了所以我有我该负的一个责任。即个去做礼拜奉献了我的责任已经完了。上帝，我甲你交代，这是真无好的代志，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咧谴责的也是这个东西。所以你奉我的名去传道理，你奉我的名安那行真侪新日，你奉我的名去赶鬼，真好。毋过你只在尽你的责任而已。这是上帝上无欢喜的代志。一个教会常常咧圣餐主日的时阵人就特别多。这个信徒拢想讲我用守圣餐、食饼、啉即个啉杯来代替甲上帝的关系，想要用即款的来代替伊对上帝真实的敬拜，对上帝唯一的尊重，这就是家己欺骗家己啦。跟你讲，上帝不玩这一套美国有一个真有公信力的即个市调中心伊叫做盖洛普，伊的即个创始人伊咧捌讲。一个有信仰的人，甲无信仰的人，伊的道德标准毋是差足济。伊看到这个信仰的人，伊嘛也救济。他也是有恻隐之心，他的心里面有他的那个做人的一个良善。不过伊接煞，伊讲一句话：除非基督徒遵守上帝的道，无伊就无法度来为着耶稣来代言啦。一个基督徒若无真正甲上帝的真理。顺服伫上帝真理内底，活伫伊的生活当中，咱永远无法度见证耶稣基督是啥。到底咱是一个啥样的基督徒？有人信主了后，就强调讲安那，我回去我洗礼我无爱野香，我无爱拜拜，我礼拜日一定爱做礼拜。所以呢，即个。有当时咱信耶稣造成真侪家庭的即个困扰，当然这真重要，拢是咱要安那敬虔敬畏来对待咱即个信仰。毋过呢，咱安那，咱因要看到的是啥？毋是咱无野香、无拜拜，每一个礼拜去教会遮的代志尔。更较重要的。到底咱信主了后，咱性命有改变无？到底咱信主了后，咱的即个个性、咱的疼心、咱看无家己的迄个改变，处理的人有看到无？这是真重要的。咱若看到咱信主了后，咱规个人完全变无共款，我相信。大家拢真愿意我来甲恁去教会看卖咧，恁教会做啥物代志，搭互你带来遐尼大的改变。咱毋是讲我礼拜日我就是要去做礼拜，不惜跟家里起完全的冲突，毋是安尼，毋是用遮的宗教的仪式来代替行道理。爱记哩吼，基督徒。咱拢有当时咱拢做基督徒做上久咱袂记哩。咱就讲我做遮就好啊。我有遮的宗教仪式，我有遮的宗教的即个啥，我就尽我的责任了。我活在这个世上，我已经够了。耶稣这个基督徒就是这样就好了，不是？
咱来把咱的信仰带入去咱的家庭内底，带入去咱的工作的内底，互边仔人拢看到，哦，原来基督徒的性命是安尼，遐尼吸引人啊！哦，所以记好，时间的关系，袂再搁讲啦，吼。来，所以今仔日我讲这个经文短短的4节里面，它有很多的对比，吼，伊有石盘，有沙土，咱到底要安怎来选择？吼，听着就去行，听着道理无去行，我拢已经讲过啊。伊所带出来是啥物结果？咱毋通欺骗家己，咱要安怎选择？伫生命记内底，即个摩西嘛有讲，这是要上帝要互恁的祝福，这是上帝要互恁的咒诅，恁要安怎选择？咱爱家己做一个决定。厝若拄着遮的挑战，拄着遮的环境，雨淋水冲，就倒去。恁要选即款的厝，还是恁要起做是永远袂倒的厝？恁要选择咱的性命，摆行袂亡，还是要行上帝所为着咱备办的迄个永远活的性命？咱家己爱选择。咱要做一个长命的人，还是要做戆人？咱家己选择。我相信咱大家拢是安那长命的人。信耶稣就是要变聪明，不是吗？咱这会安怎来选择？愿上帝赐予咱智慧，愿上帝互咱听了今仔日伊的话了后，咱正做一个行道理的人，互咱永远咱的生命是去做一个石盘的面顶。咱三个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阮看到你真好，伫马太福音对伫天国遮的子民，你所要赐予阮的福气，你也甲阮讲，阮着听了你遮的教导，阮爱实际认真伫阮的生活当中，伫即个地上来实行出来。赐予阮开力，阮基督徒真侪时阵，阮会软弱，阮要听了你上帝。主，阮恳求你坚定阮的脚步，互阮知影你的道理，就是要引带阮行迄个丰盛，行迄个永远袂无永远活的迄个性命内底。互阮伫地上永有领受你所赐的福气，伫将来阮阁确实，阮要得到你阁较大的荣耀。祝福阮每一个人行伫你的道理内底，互阮成做一个聪明的人，做上正确的选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各位起立来吟圣诗570首。Oh
请坐，下面奉献，请倪正雅李正雅执事加李美心执事。拄仔听牧师咧讲到，我有淡薄仔的感想。头拄牧师讲，美国人吼有20%无聚会，吼20%的基督徒无聚会，25%的基督徒无祈祷，35%的基督徒无读圣经，啊70%无微信，啊有95%无传福音。但是吼，咱若是传福音的人，只要做传福音一件代志，咱头前即个聚会、祈祷、读经。甲微信地拢做到啊！吼，所以想讲，伫即个机会吼，甲大家挑战，咱一世人中间是毋是捌传福音互一个人？吼，一个就有够啊！吼，一个就有够啊！啊，即马开始吼，袂伤慢，吼，好，今仔日我来报告吼，教会今仔日举行即个野外礼拜，所以即个张牧师吼，带咱教会124名的兄弟姊妹吼去中立吼参与即个阿东舞团的即个接待啦吼，下晡5点才会转来到台北。但是咱今仔日聚会人嘛佫真侪吼。第2项报告就是小会公告吼。9月17会员好会中级的选举的结果吼，长老当选2名吼，就是石波刚甲倪正雅吼，他拄仔倪正雅只是书宪也有看到吼，啊正雅，互大家看一下，嘿嘿，啊博刚应该是去遐外礼拜啦吼，技术当选2名吼，是胡匡瑞、陈秀玲、陈振宇、杨嘉欣、陈小文、叶宏一吼，啊即马在场的我有看到即个陈秀玲吼，陈秀玲啊即个叶宏一。哦，他跟我像有来，嘉欣跟我来，郑宇医师有来吗？起来，互大家看一下。来，秀玲、叶宏一吼，嘿，好，在任重道远吼。第2项公告就是即个7月30号的即个第4届小会决议吼，关于即个2位牧师的任期啦吼，任期原本是。就是到明年的7月31号啦吼，啊，再我做一个简单的即个报告吼，
到7月31小会是指派小会书记、中央长老甲民运长老2位吼，甲2位牧师通知报告吼。杨牧师吼，因为是差不多70岁吼，是届龄啦吼，届龄的状况。蒋牧师的情形，蒋牧师有另外有生涯的规划吼，有生涯的规划。好，第2项就是7月30的第2项的报告的决议，就是新的聘牧的工作吼，要等候咱新任的长老就任了吼，新任的长老就头拄仔报告的，就是郑雅甲博刚就任了吼，再来开会，开即个共识会议啦吼，共识的会议啦。第3项吼，第3项小会决议是，就是9月17吼，第5摆小会决议。第1项就是吼，蒋牧师吼，对10月初1开始要休假3个月吼，因为蒋牧师伫咱教会10几年吼，就毋捌照法规来即个休假吼，所以做一届吼，互伊一个休假。第2项报告就是即个原本咱甲福和教会有一个伙伴关系吼，的即个契约吼，但是即个福和教会吼，行文吼重会讲，福和教会原本因遮成员因无要加入长老教会啦。所以因为安尼，咱原本甲伊的伙伴关系得终止安尼吼。好。第3项报告是中秋的年假的时阵吼，拜5甲拜6吼是中秋年假，咱办公室要休困2天。后礼拜主日吼是世界的圣餐主日吼，咱教会嘛要收圣餐礼拜，请大家备办心吼。第4季的即个事工的预定表吼，请各团契会长吼紧交互办公室吼。未交的话啦吼。第6项报告就是咱即马即个教会清洁工吼，离职了吼，即马还无补人吼。若是大家有熟悉适当的人选的，请甲即个办公室报告。蒋牧师有啥物要补充无吼？好，安尼咱即马来吟即个上言的诗389首。请各位兄弟起立。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读、圣神的相通，甲咱众大家伫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真侪列岛议会